社会主体推动联盟今仔日开记者会，检讨6都的这社会主体现况。因强调，照内政部的标准，台南、高雄甲新北才起2成歌。相关的台北市虽然有7成8，毋过甲2万外户，甲一个市长关文哲8年前定出5万户的目标，还佫差真济。联盟强调，接下来会去拜访这6都的市长参选人，要求大家要提出政策。要选市长，就盖社宅，就盖社宅。社会主体推动联盟召开记者会，检视6都区社会主体的数量甲进度，以内政部的目标做标准。新北、台南、高雄进度上慢，拢干那2成歌。台北市的进度7成8，虽然是6都内底上悬的，不过离台北市长郭文哲8年前定的目标有落差。台北市的柯文哲市长距离漕运的时候提到的5万户的政见相差甚远哦。那他也坦诚跳票，不过客观上，其实台北市已经是6都里面新办最多的，高达20429户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，去社会主体取得用地有困难，但是现主时台北市阁有别项的替代政策。但台北市目前为止，我们盖的市长上任之后盖了2万多户，加上包租代管，加上后来的租金补贴，其实总数也差不多是5万户。在加薪加就业率的大环境之下，即马大众对社会主体的需求是愈来愈悬。社会主体推动联盟也提出政策建议，包括社会主体的租金要用实际大个人的收入3成来算租金，社会主体嘛唔通用抽口啊的，要用轮的等等。因为是这个轮替的一个使用，那它也可以增加这个入住使用的一个这个人数，所以我想它是会扩大它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这个效益的。接落来，社会主体推动联盟嘛会拜访6都市长参选人，希望因若是要选市长，就要公布因的社会主体政策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、郑海文台北报道。